这家就是5号透早伫高雄渔港附近靠近的海底，伫海巡署甲生态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等团队刷到台南的全力抢救，目前状况也算稳定，只是因为身体虚弱，惊放水池家己手袂晓换开会呛着水，所以每一天需要一组2个到4个不定的职工来到协助。重点是互伊稳定，袂当食着水，也无气管的发炎。这位女性上班族就是听到消息，真热心，唔惊辛苦，白班来担任志工。就是因为看到消息，就是也是有点突然，但是就想说，如果有时间就可以来帮忙的话，就希望她可以康复，然后回到海里，这样我们就很开心了。对。对，然后因为目前他们说我们可以帮忙的就是做保定的这个动作，然后就是让他气孔就是不要进水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目前就也是听就是他们的那个教导，然后我们就是帮忙这样。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不会，就是大家如果都有来帮忙就很 OK。海底目前抽回等检验报告也未出炉，所以这段救援的黄金时间都需要志工24点钟协助照顾。当就是记录一些它的情况，对，记录海豚的一些，例如说有没有排泄，或者是扭动啊，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为这样子，然后就支援一些临时的杂物这样子。24小时要轮班就对了。是24小时，就是我们大概4个小时会有一班人来轮，然后每个人大概就是1个小时下水，中间间隔1个小时这样子，然后下去做轮班这样。根据了解，这只长236公分、体重120公斤的海底，种类是属于印太平鼻。虽然身上无明显外伤，不过体型已经有较消散。海洋保育署嘛欢迎更较侪职工共同投入轮值救护行列。带来新闻，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。